歡迎大家嚟到咖啡星人。濕泡法咁麻煩，印尼人點解咁堅持？其實咧，佢哋都唔想噶。印尼咧雨季特別長啦，天氣又潮濕又多颱風，傳統嘅日曬咧根本就唔夠時間俾佢哋。農民咧就諗出個半乾嘅剝殼，加速咧乾燥嘅。摘完嘅咖啡果咧就即刻剝皮，沖水發酵12個鐘頭。豆都仲滴緊水啊，就拎咗去日曬2日啦。夠膽死咧，未乾咧就剝殼啦，半乾嘅豆入機咧特別脆嘅，10粒裂3粒照殺。但係咧裂開咧反而令到深培更加焦糖香，連啲日本人都話正啊！剝殼之後咧攤喺水泥地上面翻佢8次，水泥咧比呢個泥地咧熱5度嘅，7日就 KO 晒啲潮濕啦。知唔知咧？印尼最出名嘅曼特寧咖啡個名點嚟嘅？答案咧就係日本人聽錯咗人哋部落名，曼特寧，以為係咖啡名，將錯就錯，就紅足50年。下集咧幫你揾出你命中注定嘅咖啡，記得分享俾你中意飲咖啡嘅朋友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